25歲嘅阿成正喺人生最焦慮嘅時刻，佢記得身邊嘅朋友，有啲出嚟國深造，有啲入咗世界500強企業做嘢，有啲已經開始創業。佢覺得自己好似咁大霧嚟慢咗深山行路，渴望揾到一張終極地圖，一張可以精確咁話佢知30歲應該升到咩位，40歲應該有幾多存款，50歲應該喺邊度退休嘅完美藍圖。為咗呢份規劃，喺買咗無數本生涯規劃書，參加咗各種成功學講座，試過去複製前人嘅腳步，但現實嘅風暴總係冇預警嚟嘅。疫情、裁員、產業轉型，令佢手上嗰張地圖一次又一次失效。嗰日，阿成一個人去爬山，想整理下思緒，因為低頭專心研究地圖上嘅路線，冇錯過咗轉彎位嘅指示，最後喺偏僻嘅山谷入邊迷咗路。當佢發現自己手上嗰張地圖根本係對面嗰座山嘅路線嗰陣，所有情緒一瞬間崩潰晒。佢跌錯咗，又冇又凍咗泥地度，望住天色越嚟越暗，陷入咗極大嘅絕望。如果連地圖都係錯嘅，我仲可以點樣生存落去？有位孭住獵物、神情從容嘅老獵人經過呢度，佢望住阿成手上嗰張被油皺咗嘅紙，淡淡咁笑嘅一笑。後生仔，地圖係死嘅，但係山係生嘅。地圖只可以話你知人冇行過咗路，但每一場雨、每一陣風都會改變山嘅模樣。老獵人從懷入邊睇出一個雖然斑駁但指針好穩定嘅指南針。阿成，其實你而家需要嘅唔係地圖，而係清楚自己想點。成座山都可以係出口，因為如果你淨係困咗各種焦慮入邊，你只會原地踏步。老獵人指住指南針上面嘅黑道，你只需要確定你要向北行，咁樣你就揾到返屋企嘅方向。確定嘅方向之後，收埋地圖，專心行你眼前見到嘅3步路。只要方向啱，就算行得慢，就算條路幾咁崎嶇，你終於都會行得出去。阿成握住帶住微溫嘅指南針，個指針始終堅定咁指住北方。嗰一刻，喺腦入邊嘅迷霧好似散咗開咗。返到城市之後，阿成唔再執着於要定一個完美嘅5年計劃。佢明白喺呢個變化咁快嘅時代，根本冇所謂完美嘅地圖。佢開始揾屬於自己嘅指南針，就係佢嘅核心價值觀，對工作嘅熱誠，對家人嘅責任，仲有對正直嘅堅持。每次遇到挫折或者要喺路口嘅時候，佢唔再問自己啱唔啱地圖，而係問呢樣嘢啱唔啱我自己嘅指南針。只要個方向冇錯，佢就專心做好每一份工，讀好每一本有益嘅書。年輕嗰陣，方向其實比地圖重要得多。地圖俾你哋只係一種假嘅安全感，一旦環境變咗，佢就會變成你焦慮嘅來源。但指南針俾你哋係你內心嘅定力，你唔需要理清楚未來40年嘅風景，咁樣只會因為未知嘅變數搞到你唔識喐。你只需要定好你自己核心價值嘅指南針，確保每日嘅細微選擇都冇偏離你嘅原則。當你一步一步踏實腳下嘅路，屬於你自己嘅出口，自然會喺山窮水盡嘅時候為你打開。